早睡早起好習慣。每天早上，太陽公公都會準時來敲芊芊的門。咚咚咚，芊芊，起床啦！新的一天開始咯。太陽公公用溫暖的光芒輕輕地喚醒芊芊。聽到太陽公公的呼喚，芊芊柔柔惺忪的睡眼，慢慢地坐起來。她伸了一個大大的懶腰，小手和小腳都伸得直直的。啊！芊芊舒服地嘆了一口氣，感覺精神飽滿。起床後，芊芊最期待的就是吃早餐了。媽媽為芊芊準備了營養豐富的早餐，有香噴噴的粥、軟軟的麵包和新鮮的水果。芊芊張大嘴巴，一口一口地吃得很香，把肚子填得飽飽的。吃完早餐，芊芊開始玩玩具。她在地毯上爬來爬去，玩得不亦樂乎。她用積木搭城堡，用小汽車賽跑，還抱着布娃娃親親，玩得樂開懷。太陽公公慢慢地回家了，天空也變得暗了下來。媽媽抱着芊芊，輕聲細語地給她講故事。聽着聽着，芊芊的眼睛漸漸閉上，露出困倦的神情。媽媽把芊芊放進嬰兒床，蓋上柔軟的小被子。芊芊很快就進入了夢鄉。媽媽知道，早睡才能讓芊芊長高高，身體棒棒。